齊細聽我講，呢個係依家喺韓國發生緊嘅事。全球首個韓國脫髮原人被發現，你嘅頭髮亦都會喺10日內感受到奇蹟。短短10日內令你嘅夢想打開，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澤嘅奇蹟。呢個真正就係貼士眼閉頻道上面發生嘅事。細心聽，仔細聽，你嘅煩惱今日就會結束。第一次鏡中嘅我，頭髮稀疏，當某細血管死亡嗰陣，血滴流動就會收咗。我曾經係一個正信嘅年輕人，而家孤獨感越嚟越深。食煙筒即使食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。頭髮變得稀疏，頭皮是積聚，頭皮嘅細血管變差緊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冇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貼士幣幫到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。打開咗細嘅血管，同埋提供營養，拯救腦腦，播下希望嘅種子。我只係執一就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嚟，提住我另一個我，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營養，保持頭皮健康。當腦細血管變得更強壯，我等咗好耐嘅日子將會到來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冇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消費幣幫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。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冇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消費幣幫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。忘記被毀嘅過去，唱出希望，我會用誠實嘅努力去救我個頭。當你頭髮長咗，頭皮少咗，夢見再次搵到你失去嘅頭。我可以再笑，我可以抬頭，我失去嘅頭髮可以再次發光。我哋會一齊一個新嘅我，回家飛唔使擔心脫髮。